主后2023年12月初8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无别个生命通甲上帝比拼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46章第1节到13节。彼得跪落去啦，尼波趴落去啦。这个巴比伦的神明，下伫走兽甲精星的脚趾拼。恁得光的偶像，诚做野性的精星的重担。因已经拢跪落去、趴落去，无法度救家己，颠倒互敌人抢去做战利品。雅各留落来的子孙，以色列人啊，恁拢着听。恁一个出世，我就一直甲恁抱；对出母胎，就甲恁爱。到恁年老，我拢偿款；到恁头毛白，我还会甲恁扶持。我创造恁，为甲恁抱；我会继续甲恁爱，甲恁拯救。上主讲：恁要用啥人甲我比？甲我拼？啥人亲像我，会当甲我偿款？人对地仔拼规堆金仔出来，用凊仔称银，因请师傅用这个金银铸造神像，然后趴落去跪拜。因将偶像举起来，放伫镜头顶光，甲伊踩伫一个所在，互伊袂当离开本位。人甲伊求救，伊拢袂应答。伊嘛无法度救人脱离灾难。有罪的人啊，着记互牢；背叛的人啊，着好好想。着会记得古早发生的代志。我是上帝，其他无别个。我是上帝，无一个会当甲我比。对起初我就预测将局的事，对古早我就宣告还未发生的代志。我讲我的计划袂改变，我爱做的事一定会互伊实现。我要找一个使者对东方真远的所在来，伊要亲像鹰鸟冲落来。我已经讲出嘴，一定要实现。我已经计划，一定要完成。恁这个心硬、想讲胜利无望的人，着听我讲。我要互胜利逼近，念咪到，我的拯救袂延迟。我要解救耶路撒冷，要互以色列得到荣光。无别个生命通甲上帝比拼。上帝是公正的主，伊传扬公义，传讲真理甲拯救。上帝早就已经透过先知宣告特别发生的代志，只要人归向上帝，就会当得救。只有照着上帝，才会当真正拥有快乐甲胜利。遐个广地的偶像敬拜甲祈求的人，会发现家己的无知，因为上帝会打击巴比伦的骄傲甲偶像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先知以赛亚用两段论述来表达上帝的能力。第1节到第2节和第6节到第7节，拢讲到偶像的无能。伊毋但袂当自救，也袂当震动，伊还需要精神爱得行。偶像无法度救人脱离苦难，甚至因为制作的是用金银做材料，偶像常常诚侪对敌的战利品。第3节到第5节和第8节到13节，
上帝讲到上帝的特质，上帝自伊子民一出世就关心因，佮照顾因，直到头前万百的时，上帝创造因，也养饲佮拯救因。上帝捌提醒以色列人，要借着巴比伦来惩罚因的罪。总是上帝也要对东方呼召撒罗斯来实践伊的计划，搁再互耶路撒冷得到拯救，互以色列得到荣耀。对45章到46章，再三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：敢讲有别个神通甲上帝相比拼？答案是无别个神通甲上帝相比。伫教会生活中，常常听到真侪牧者组团参访国内外的大型还是巨型教会，免啊笑趣，佮参与遐个教会特别聚会。佮常常听见的是，正当讲对遐个大教会的人数感觉欣羡。这个观摩团随从遐个大教会的增长事工，由安尼转来了后，也赶紧伫家己的教会推动相关课程也是事工。毋知这个牧长是毋是期待家己的教会也当诚做迄种的大教会？伫听出这个同工分享观摩也是参访经历的时，总想询问因是毋是真正看见上帝的工作，是毋是发现上帝伫即中间显明伊大能的计划。社会心理学家对种种行为的研究发现，人往往会因为多数人的共同行为，认定遐个人的共同行为是对的，然后选择跟对。大型教会的会友相反可能因为教会的聚会人数济，就认定牧师所传讲的拢对，教会的事工拢正确，佮认为上帝就伫因中间。这是上帝敢讲只有伫这个大型教会才有所作为，是无？上帝敢讲会因为教会大小就有偏差，是无？我相信，上帝是唯一的主，伊掌管一切，无别个神会当甲伊相比。世间无上帝无法度解决的问题。上帝是教会事工推动展开真正的动力，而且不论教会大小，伊拢参与伫因中间。只要教会真正敬拜上帝，毋是咧尊重某一寡模式赢过上帝本身，上帝拢要成就伊的计划。默想，伫信仰追求过程中，我是毋是真正认捌上帝的本质甲真理？或者我只是军队人群追逐看起来丰富伟大的信仰呢？伫信仰追求过程中，我是毋是真正认捌上帝的本质甲真理？或者我只是军队人群追逐看起来丰富伟大的信仰呢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感谢你自头到尾关爱我。你是唯一的上帝，无别个神会当甲你比拼。我愿意甲你对调调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